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Census 喺2020年期間收集到嘅數據，喺美國有將近28% 嘅長者咧係處於獨居嘅狀態嘅。而對於呢啲獨居嘅長者嚟講，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係精神上嘅孤獨。咁到底有冇辦法可以令到佢哋擺脫呢種孤單感呢？得以保持心境開朗同埋健康呢？影相呢係我嘅興趣，咁樣我同客人影咗張相，佢覺得好中意、好歡喜呢嚇，客人自己都話好多謝咁樣嚇，對我即係嚟講呢，即係都係一種快樂啦。紀慶川先生係三藩市華埠天天攝影嘅東主，佢從事攝影工作已經有40年。佢喺華埠曾經幫過無數人影過證件相啦、全家福。以前每當有明星或者名人嚟到灣區嘅時候呢，紀先生都係作為活動指定嘅攝影師到場幫呢啲名人影相嘅。我87歲，因為我覺得呢，一個人如果真係話根本無所事事做咩啦，反正我就覺得我朝頭早去游水，游完水呢翻嚟翻工，我就10點開到4點。對我嚟講呢，10點至4點我都唔覺得有攰呢個問題，完全冇。時至今日，一星期依然工作6日嘅紀先生，每日朝頭早咧都會堅持運動，而一個人生活嘅佢咧喺放工之後咧，亦都會享受自己嘅時間。4點之後咧，翻屋企咧，我就去即係買餸啦，自己煮啦。因為自己煮咧都係一種嘅興趣話你中意食乜嘢咧，就隨心所欲係嘛。紀先生眼見自己身邊嘅一啲朋友退咗休之後咧，以為休息多咗啦，但係身體精神狀況咧反而每況愈下。而佢認為有忙碌有寄託嘅人生咧，先至係最理想嘅人生。嗱，我見到好多人退休咗之後咧，我遲一年半載見到佢咧，成個人即係落晒型啊！反正你有嘢做咧，你個精神仲好啲嘛，開心啲嘛，OK 啊！以我嚟講咧，我覺得行斜路上去咧，即係唔會話好似有啲人好濕氣啊，好咩辛苦啦。對我嚟講咧，斜路咧都冇問題。嗱，公事我可以同你調整嘅，所以你而家最緊要係睇你嘅表情。採訪當日不斷有客人入嚟紀先生嘅攝影鋪揾佢影相喎。呢個時候紀先生會拎起相機，好靈活咁走嚟走去幫客人捕捉角度。仲會用電腦幫佢哋執相。有時啲客人一個就接一個，但係喺紀先生嘅身上完全唔會睇到任何唔耐煩，反而會見到佢充滿熱情，同每一個入門嘅客人有講有笑。影相曬相係我嘅興趣啊！畢竟你做嘢咧，最緊要係講興趣，你就有心機做得好。如果你淨係話我要揾食，咁樣就變成做咧就做得好勉強啲。但係因為有興趣咧，做起上嚟咧就唔同啊。雖然工作繁忙，但其實紀先生都唔係一個工作狂嚟嘅。懂得享受生活之餘咧，佢亦都重視身邊嘅朋友。而同紀先生結交相識超過30年嘅 Mabel， 喺佢眼中嘅紀先生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佢中意咧就係影相，當呢度忙嗰度忙咁樣啊。但係佢影相之後咧，佢又好識享受。佢有時候遊船河啊咁。Mabel 由19歲開始就幫紀先生工作，一直去到佢組織家庭先至冇繼續喺個店裏邊做嘢。但係佢哋之間一直維持住好好嘅關係。有時紀先生需要幫忙Mabel 都係二話不說嘅。佢話嘅，禮拜日佢去教會，咁我幫佢開門咧，佢晏晝先翻嚟咧，佢有時候會帶啲 lunch 俾我哋食啊。有時佢去旅遊啊，又會買禮物俾我哋啊。佢係好老細，所以我哋一路都 keep 住好好嘅 relationship， 好似一家人咁。嗱 ，OK， 開心啲，嗱笑啲咁多，嗱笑啊。OK， 再嚟一張嚇 ，OK， 預備嗱。
嗱，可以睇到紀先生咧，雖然獨居，但係佢做到獨居生活嘅同時，亦都絕對唔會封閉自己嘅社交生活。我即係基督徒嚟嘅，所以變成我喺教會咧就有好多朋友啦，而且有時候可以大家嚟到探訪啊，佢哋揾我坐，或者我去佢哋屋企同佢傾下偈，所以好自由。呢張相咧，呢個大仔，呢個細仔，我就帶佢去台灣探我妹嘅。紀先生嘅太太已經去世，佢兩個仔同埋孫咧都住喺灣區其他城市。不過嗰兩個仔咧就定期每個月都會嚟三藩市同爸爸見面食飯嘅。又好有後生嗱上幾個月咧，個細仔又同我去即係旅行。因為好難得啊！而家我見到咧，你大人想叫細蚊仔去旅遊咧，都唔使旨意啊，都唔行啊！而家調轉頭係個仔邀請我去旅遊。根據2015年 CDC 發表喺預防慢性病期刊上邊嘅一份研究報告咧，佢哋喺調查咗83000名年齡超過65歲嘅長者，並跟蹤研究15年之後，得出咗結論：和完全退休嘅人士相比啊，選擇繼續工作嘅長者係擁有良好嘅健康狀況嘅比率，大約係前者嘅3倍。喺患有例如癌症或者心臟病等嘅重大健康問題上邊咧，其風險卻有前者嘅一半。而且退休之後選擇繼續工作，對於降低患上失智症嘅風險咧，亦都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呢個成龍啦，三藩市市長同佢咧，咁我都係陪佢。佢哋就坐車，我就行路幫佢哋影相。而家好彩就係而家我繼續有生意做，而且呢個影相係我嘅興趣啊！客人中意，我又中意，咁樣而家咧就過得好容易。對於長者嚟講，要擺脫孤獨感呢個問題，最重要嘅係揾到屬於自己嘅精神寄託。嗱，唔同嘅人會重視唔同嘅嘢。有人可能係家庭，有人可能係工作，有人可能係信仰。有一個肯定係靠着自己得勝，所以變成咧就對我嚟講咧，因為有咁樣嘅信心咧，所以我做乜嘢嘢咧嚇都唔會話覺得有困難有問題。嗱，佢認老，但佢唔服老喎，佢可以享受自己一個人嘅時間。亦都珍惜同他人相處嘅時光。憑住佢手中嘅相機，佢曾經幫無數嘅人記錄下人生生命嘅瞬間。而呢一啲一張又一張嘅相片，又何嘗唔係代表紀先生同三藩市華埠嘅共同回憶？相信呢個相機按下快門嘅聲音，將會一直給予紀先生無限嘅精神支持同埋動力，等佢可以繼續喺華埠幫更多嘅人留下佢哋嘅回憶。